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新年的第2天。新年伊始，學生們下定決心，這次一定要提高成績。職場人士則在新的日程本上寫下考取證書或跳槽成功等目標。公司也紛紛宣布今年的業績目標，邁出了有力的第一步。但坦白說，你是否有過這樣的經歷？明明活得很努力，卻感覺像在滾輪上跑的小倉鼠一樣原地打轉。事實上，比起跑得快，更重要的是星號，你在向哪裏跑？星號。今天的聖經邀請我們停止彷徨，朝着明確的目標奔跑。使徒保羅曾說：向着標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。腓立比書3.14分。這裏的直跑希臘語 dioko 並不是輕鬆的慢跑，而是獵人為捕捉獵物而全力追趕時使用的詞彙。這是一種真正的屬靈追求，即使呼吸急促，也只盯着目標全力衝刺。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奔跑？因為方向比速度更重要。許多人以成功為目標奔跑，但聖經告訴我們真正的標杆不是世俗的成功，而是耶穌基督。耶穌是上帝的兒子，是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並復活的救主。當我們仰望那位戰勝一切苦難，為我們背負十字架的主時，我們就能奔跑到底。就像有明確目的地的船在驚濤駭浪中也不會沉沒，而是駛向終點一樣，目標明確能讓我們站穩腳跟。在奔跑中，任何人都會感到疲憊，想要放棄。那時，請看向召命的獎賞。當你快要倒下時，請抬頭看天。耶穌正呼喚你的名字，為你鼓掌，再堅持一下。我為你預備了榮耀的獎賞，那份鼓勵是我們重新站起來的最強大的力量。在馬拉松比賽中，偶爾會看到令人惋惜的場景，有的選手在終點線前回頭看，結果失去平衡或被超越。人生也是如此。就像船隻若想離開港口就必須起錨一樣，我們要果斷收起名為過去的錨，奮勇向前。是否還有人不了解耶穌或感到陌生？是否因不知道人生的終點而彷徨？耶穌基督是我們人生最完美的標杆，是牽着我們的手直到終點的那位。在主裏，你們的2026年將不再是堅持，而是有意義的前進。我衷心祝願大家在這一年裏結束對虛無之事的彷徨，向着賜予永恆獎賞的耶穌奮力奔跑。